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，嘛提醒北部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响强落大雨的情形。另外，要带大家来食手路菜，讲到咱台湾的小食，一寡人会随想到香讲香的牛肉面，却唔知讲南北二路牛肉面的口味其实拢无相像。恭喜你获得18碗牛肉面！摕塑胶球出来甲结去。 结到的数字就会当得到对应的牛肉面。民众真拼死，因为这个牛肉面实在太成人。2019年台北市牛肉面享美国际大评比，伫咧这个活动的会场，有60碗牛肉面入围，规个摆起来，逐碗拢有伊的特色。我的牛肉面里面没有一滴酱油，但是能做出红烧口味，而且我是用蔬果下去熬煮。这个头家伫比赛定定咧赢。 今年伊又搁入围，伊讲这个好食的秘诀毋是伫个豆油，是用中药控的汤头，添添真济特殊的风味，安尼才掠会着顾客的喙齿。也搁有南部业者甲高雄的牛肉面原汁原味，规碗甲捧来台北。是从恒春车城那边延续母亲一路下来的，想说这个好的味道已经53年，想说第一次来参加试试看。无要互北部业者霸专场。 有真侪中南部业者嘛上北来参加比赛，来甲看。湘北地区入围有48间，桃竹苗中南部地区各3间，南部地区嘛有2间牛肉面店入围。南北的口味甲比较一下，北部是以红烧为主，口味较咸辣；南部是以清炖的为主，口味较偏清甜。也若采用牛肉的部位，就只有业者家己的介意落去拣，让消费者可以尝试到说，你比赛。 跟你到店里的消费的时候，它是1比1一模一样的牛肉面，这样的话才会让顾客满意。讲到台湾美食，这个牛肉面的 PK 大赛，让消费者闻到香味，嘛鼓励优质的店家会当做出单调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